使徒行傳第1章記載，主耶穌喺復活之後，用許多確據向使徒顯明自己係活着嘅，喺40天之內向佢哋顯現，並且講說上帝國嘅事，然後就被接升天。早期教會並唔會單獨慶祝升天日，而係喺五旬節同埋聖靈降臨日一齊慶祝嘅，直到第4世紀晚期先至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嘅節日。慶祝基督嘅升天，唔係表明基督嘅離去，而係佢換咗形式與我哋同在，更加提醒我哋要謹記佢升天前差遣信徒要喺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為佢作見證，並且熱切等候聖靈嘅降臨。從2016年起，坎特伯利大主教同埋約克大主教喺英格蘭聖公會推動願你的國降臨嘅祈禱運動，鼓勵信徒喺升天日直到聖靈降臨日懇切祈禱，使更多人能夠認識耶穌。直到今日，呢個祈禱運動已經遍及普世聖公宗同埋其他宗派，成為一個普世合一嘅祈禱運動。使徒行傳記載喺五旬節嗰日，門徒聚集嘅時候，聖靈好似大風吹過，又好似火舌降臨，充滿咗門徒。五旬節喺猶太曆法之中係要慶祝農作物收成豐收嘅日子，而上主選擇喺呢個慶祝豐收嘅日子裏面差遣聖靈降臨，表明救贖嘅成果喺呢一天實現。正如喺出埃及嘅敘事之中，從逾越節到西奈山頒布律法，上主解放並且建立咗以色列民族。同樣，藉着基督嘅受死復活，上主釋放咗我哋，又藉着聖靈嘅降臨，一個屬於基督全新嘅民族誕生咗啦。因此，聖靈降臨日係復活期嘅圓滿，亦都係常年期嘅開始。而除咗聖靈降臨日嘅禮儀顏色係象徵火焰嘅紅色之外，聖靈降臨期裏面大部分嘅日子嘅禮儀顏色都係綠色嘅，直至下一個將臨期為止。咁樣係提醒我哋，聖靈係為我哋帶嚟蓬勃嘅生命，正如綠色嘅植物一樣，欣欣向榮。今日教會會誦讀《使徒行傳》第2章1至到22節裏面關於聖靈降臨嘅經課。有啲禮拜堂更加會以多種語言演繹嗰班嘅使徒被聖靈充滿之後，講起其他國家嘅方言整件嘅事蹟，藉此提醒信徒，我哋要時時刻刻追求被聖靈充滿，咁樣就能夠喺言語同埋行動上向萬國作耶穌基督有力嘅見證人。值得留意嘅係，復活聖燭將會喺今日被最後一次點燃，之後就會被移到洗禮池或者洗禮盤嘅地方，喺舉行洗禮嘅時候先至會再被點燃。過去嘅傳統就會喺升天日之後熄滅呢個復活嘅聖燭，並且將佢移開。移除復活聖燭呢個嘅禮節，表明基督喺世上邊以可見嘅方式與門徒同在，已經告一個段落，並且因着聖靈嘅降臨而得着完全。使徒行傳第8章記載，使徒彼得同約翰為撒瑪利亞已經受洗嘅信徒按手，佢哋就領受聖靈。因此，聖靈嘅降臨亦都與堅振禮息息相關。所以唔少禮拜堂亦都會選擇喺今日舉行堅振聖事，求聖靈堅固新領洗者佢哋嘅信心。聖靈降臨日後嘅第一個主日被稱為三一主日。由於喺聖靈降臨日，上主已經向我哋圓滿顯示咗佢嘅第三個位格，因此為咗宣揚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嘅奧蹟，同埋確認三一信仰嘅正統教義，西方教會自10世紀後開始慶祝三一主日，直到14世紀被正式接納為教會年曆嘅重要日子。
三一主日為今日嘅我哋嚟到講，唔係只係重申一個冷冰冰嘅教義，而係提醒我哋所信仰嘅三一上主係一位喺唔同位格間彼此相愛嘅上帝。佢亦都不停嘅呼喚我哋同埋整個萬有進入呢種充滿愛嘅互動關係之中。三一主日後嘅星期四，教會年曆定為基督聖體寶血日。對香港聖公會嘅信徒嚟到講，呢個聖日可能比較陌生，但係基督聖體寶血日根源自中世紀，並且喺14世紀被確立，目的係為咗確認同埋強調基督喺聖體寶血聖事裏面嘅真實臨在。正如喺呢日嘅祝文中提及，藉着呢個奇妙嘅聖事，使我哋能紀念主嘅苦難，懇求主使我哋能夠尊崇聖體寶血嘅神聖奧秘，咁樣我哋就能夠喺心裏認識主嘅救恩，喺生活中彰顯主救贖嘅果效。因此，唔少聖公會特別係重視大公禮儀傳統嘅群體，會喺今日舉行隆重嘅慶祝。傳統上會喺聖餐崇拜後舉行聖體遊行、朝拜聖體以及聖體降福等儀節，表達對基督真實臨作於聖體寶血聖事嘅確信同埋熱誠。縱然我哋未必會需要舉行上述全部嘅禮儀，但係都讓我哋確信基督透過聖餐仍然活躍並且緊密嘅生活喺我哋當中。